我做咗大灣區地產10幾年，今日我同你踢爆啲嘢，行內人都知，但係冇人敢講。呢5單案例全部都係真人真事，東張西望報導過，星島日報踢爆過，有新聞做證，唔係我老作嘅。我做地產，我靠燒樓揾食，但係我話你知，香港人喺大灣區買樓，10個有8個中過伏。唔係你蠢，係你信錯人。呢條片我會逐單同你數，睇完你以後買樓知邊啲人要避，同埋邊啲人信得過。第一單講中山，東張西望報導過，中山某酒店式公寓項目，約60個香港人夾埋俾咗超過1億，每人幾十萬，有啲係退休金，有啲係棺材本。點呃法？第一個舊樓翻新，當新公寓賣，原本係商業大廈，裝修一下就話係新樓。第二個面積縮水，示範單位話1000尺，收樓變咗700尺。第三個複式單位起好之後離奇消失，班苦主報警，香港警方話呢啲係內地嘅民事糾紛，內地公安話你同發展商嘅合同問題，佢哋唔介入，中聯辦唔受理。港府叫你自己去溝通，最後申訴專員公署都係冇結果。點解佢哋搞成咁？因為由頭到尾冇一個信得過嘅人幫佢哋睇住，冇人幫佢查合同，冇人幫佢睇住5證，冇人同佢講：喂，呢個本有問題，唔好買啊！我做咗10幾年，我話你知，買大灣區嘅樓最緊要唔係呢間屋靚唔靚，而係有冇一個你信得過嘅人幫你跟到尾。第二單呢單仲離譜啊！有個叫 Ada 嘅前員工主動揾東張西望爆料，佢以前喺一間內地嘅樓盤中介公司做，佢話間公司嘅手法叫做包銷。咩叫包銷啊？即係發展商冇錢起樓，或者個盤賣唔喐，就揾中介用超低價包起成個盤。然之後中介自己加價賣俾香港人。問題係發展商收唔到中介嘅錢，中介就收咗香港人嘅錢，兩邊互相卸膊，結果買家兩頭唔到岸，收唔到樓。最撲街嘅係咩呢？呢班人專夾住嗰啲退休嘅長者，就話阿伯呢個盤好適合養老㗎，阿婆退休買層樓收租啦，生活無憂㗎。結果阿伯阿婆俾咗錢，樓呢點解冇咗嘅？Ada話佢辭職係因為良心過意唔去。佢話公司嘅目標客戶就係老懵醒，老就係長者，懵就係唔識嘢，醒就係貪平。呢啲手法你唔係行內人，你根本唔會知。所以點解我話買樓一定要揾熟人？你唔熟嘅人，就算着住西裝俾埋卡片你，佢都可能係想呃你嘅。講返 Ada 爆料間公司，班苦主報咗警，香港唔理，內地唔理，然後呢間公司做咗一個神嘅操作，佢哋話我哋唔做地產啦，轉型做養生中心。係，你冇聽錯，同一班人同一個地址，招牌一拆，換個養生中心嘅名，繼續營業。苦主上去對質，個負責人嘅態度係關我咩事啊？我哋而家做養生㗎，賣樓嗰啲嘢，你揾開發商啦。你話呢個世界仲有冇天理啊？而家班苦主仲擔心呢個養生中心似唔似傳銷？有冇呃啲長者買療程、發展會員？呃完一轉，再呃第二轉。我話你知啊，呢啲人唔會消失㗎，佢哋只會換個名、換個招牌，繼續呃人。你點樣保護自己啊？好簡單，揾一個行內人信得過嘅大佬，一個做咗10幾年有頭有面嘅地產經紀，你覺得佢會唔會為咗幾萬蚊嘅佣金賠上自己嘅名聲？唔會。所以你嘅保障就係要揀啱人。第三單，星島日報踢爆㗎，社交媒體上邊有人賣廣告，零元置業大灣區唔使首期，仲可以賺返20到50萬嘅報酬，北上內地1日就辦完手續，3個月可以收到錢。聽落正唔正啊？梗係正啦。但係世界上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係嘛？我拆解呢個套路俾你睇。有個樓盤喺江門88平方，樓價大概60萬人仔，中介會幫你俾埋首期，你只需要供1期按揭，大概2400蚊人仔。第2到第8個月，每個月供300就得啦。第8
個月之後，你拎層樓去做離岸套現，到時你賺20萬，聽落係咪好正啊？問題係層樓值唔值60萬先？如果你供唔起，銀行追邊個？追你咯。中介話冇刑責㗎，內地追唔到你香港人㗎。我話你知啊，絕對可以跨境追訴。你第一想返大陸發展做生意過關，銀行一查到你有壞帳記錄，你乜都做唔到。呢個套路就係利用你貪小便宜嘅心理啦。你以為你賺咗中介嘅錢，實際上係幫緊中介孭咗個銀行貸款啊！所以我話你知，買樓唔好貪平，唔好信保證回報。你要揾一個信得過嘅經紀，佢會同你講呢個盤有古怪，唔好買。呢句話值幾十萬啦，係咪？第四單呢一單就真係好心噏啦，20幾個香港人買咗內地9個唔同嘅爛尾樓盤，即係開發商冇錢起落去，成棟樓得個棚骨，你層樓冇咗咯。呢班苦主逐個部門去投訴，中聯辦唔受理，港府叫你自己同內地溝通，政黨話幫你跟進，冇咗下文。立法會議員睬你都傻啦，最後申訴專員公署都係冇結果嘅。最諷刺嘅係有苦主話我哋係因為相信政府宣傳大灣區愛國愛港先上去買㗎，結果呢愛國愛港中晒伏啦。我成日都同我啲客講㗎，你相信政府係啱嘅，大灣區整體發展係好嘅，但逐個樓盤逐個開發商你自己要睇清楚啊嘛，或者揾我幫你睇都得㗎。我做咗10幾年，邊個發展商信得過，邊個係伏，我心中有數啦。你呢靠咩估啊？好啦，我哋講第5單格仔鋪，7個苦主2018年分別用幾十到過百萬買咗東莞一個商場嘅格仔鋪，當時候話回報率去到8厘喎。有地產經紀嘅親戚話值得試，結果呢，你以為買咗間鋪，其實你買咗嘅係使用權，你冇獨立嘅產權，你得一張紙咋。發展商隨時可以話改裝修，你間格仔就消失㗎啦。你追你得一張紙，你點追啊？我同啲客買樓第一句一定要問呢個盤有冇獨立嘅房產證？冇，我唔會 sell 嘅，因為你買樓最緊要嘅就係產權，冇產權嗰啲嘢送俾你都唔好要啦，係咪？好啦，鬧咗咁耐，講返個好消息俾大家。東張西望報道過一位醒目嘅吳太，佢同你一樣買咗大灣區嘅樓盤中咗伏，但係佢冇放棄，佢自己揾獨立內地嘅律師去內地法院告個開發商，結果點呢？打贏官司，追翻100萬人仔，佢仲要追翻香港中介嘅佣金添啊！吳太話原來可以追翻原款項㗎。吳太唔係律師，佢唔係地產專家，佢只係一個普通嘅師奶，但係佢做到咗。佢呢個故事話俾你聽，中咗伏唔係世界末日，只要你肯行出第一步，你都有機會追翻嘅。但係更好嘅做法係咩呢？係一開始就唔好中伏，係揾一個信得過嘅人喺你俾錢之前就同你講，喂，呢個盤掂唔掂？我話你知，我呢啲經紀呢就係做呢樣嘢㗎。講完5單案例，同你分析一下心理，點解咁多香港人中伏？第一，貪平咯，香港800萬買300尺，呢度200萬買1000尺，你覺得執到寶？伏嚟㗎。第二，權威信任，政府大力宣傳大灣區，你覺得安全，但係政府推廣整體發展，唔係幫你逐個樓盤背書㗎。第三，資訊唔對稱，你喺香港買樓都識查冊啦，喺內地買樓你知唔知要查5證㗎？國土證、土地證、規劃證、施工證、預售證，你唔知就俾人呃咯。第四，羊群效應，隔離阿陳生買咗都話好啊，你咪跟住咯。阿陳生可能中咗伏都唔知㗎，係咪？第五，驚麻煩，中咗伏覺得內地追討好麻煩，就話算啦，當買個教訓。你選人哋就賺咗咯。呢5樣你中咗邊一樣啊？留言話我知啦，或者直接 WhatsApp我，我話你知點樣避開呢啲陷阱。最後我俾個
實用嘅嘢嚟。呢6點你跟足，起碼避開90%嘅伏。第一，查5證，少一張都唔好俾錢。第二，親自去地盤睇一下，示範單位係俾你發夢嘅。第三，唔好信包銷代持回報。第四，自己揾獨立內地律師，幾千蚊律師費係最好嘅保險。第五，匯款要留記錄，全部都要轉賬。第六，合同要公證，公證過法律效力強好多嘅。3句警告俾你，仲有3個警告。如果有人叫你俾現金，話有折扣，走人；如果有人話今日俾訂，額外有優惠，走人；如果有人叫你授權佢代辦所有手續，嗱聲走啦，走得快好世界。呢6點你卡圖保存跟住做，你一定中少好多伏。但如果你真係想買樓，想有人幫你由頭到尾睇住，幫你查清楚，同你講真話，唔使客氣，直接 WhatsApp 我。如果你已經中咗伏，可以點？第一，報警。老實講，真係冇用，直接揾內地律師評估仲實際。第二，打官司貴唔貴？民事訴訟大概1到2%咋，100萬嘅樓訴訟費1至2萬人仔，律師費3至5萬，同你蝕咗百幾萬比，呢個係必要嘅投資啦。第三，追討成功率主要睇對方仲有冇資產。有資產就有機會，就好似阿吳太咁。第四，香港可以告嘛？如果香港中介有份參與，可以喺香港告，但係執行判決係另一個問題。總之，如果你或者你親戚朋友中咗伏，唔好自己硬食 ，WhatsApp 我介紹內地律師俾你，我唔收你錢㗎，我只係唔想見到香港人再俾人呃。睇到呢度，多謝你。如果你係認真想喺大灣區買樓，或者只係想了解下、問下路，隨時 WhatsApp 我唔會黑 sell 你嘅。我只係唔想見到你好似頭先嗰班苦主咁，俾人呃咗都唔知咩事。你有問題，我答你。你唔知邊個盤好，我話你知。我會幫你由頭到尾睇住。我係 Shelly， 做咗大灣區地產10幾年。大家記住，大灣區有筍盤，亦都有陷阱。你唔揾一個信得過嘅人帶路，仲有邊個會幫到你啊？